各位網友大家好，今日我哋繼續我哋嘅養生保健系列，對泌尿系統的認識和保健預防。老友記，街坊鄰居，各位養生搭子，我係小智。今日要同大家聊個有啲私密但超級重要嘅話題，泌尿系統。有冇試過飲啖水就瘋狂跑廁所，或者半夜起身放水放到懷疑人生，又或者明明尿急到爆炸，但尿流細到好似擰唔開嘅水龍頭？其實唔怪得你，呢啲都可能係泌尿系統發脾氣嘅徵兆。今日我就化身泌尿偵探，帶你拆解呢個神秘系統，再教你點樣寵愛佢，等你日日都尿得順暢。一、泌尿系統大起底，你體內嘅污水處理廠。好多人以為泌尿系統只係管尿尿，其實佢複雜到好似一間超大型工廠。整個系統由腎臟、輸尿管、膀胱同尿道組成，每日嘅工作就係過濾血液入面嘅廢物同多餘水分，再打包成尿液排出體外。簡單嚟講，佢就係你體內嘅污水處理廠，仲要24小時不間斷運作。一、腎臟，人體嘅超級撈水器。腎臟絕對係泌尿系統嘅靈魂之位。每個人有兩粒，細粒但超級內涵。佢哋每日要過濾超過180升血液，等於將全身血液洗30幾次。腎臟入面有100萬個腎小球，好似密密麻麻嘅腦膜，負責篩選有用嘅物質，如葡萄糖、氨基酸，再將多餘嘅水分、鹽分同廢物，如尿素、尿酸打包成尿液搓成品。試諗下呢個工作量，邊個打工仔頂得住？二、輸尿管，尿液嘅專用輸送帶。輸尿管就好似兩條彈性十足嘅軟管，負責將腎臟生產嘅尿液運送到膀胱。呢條輸送帶會不斷收縮、蠕動，用擠牙膏嘅方式推送尿液，而且仲有防止尿液倒流嘅功能。就算你倒立，尿液都唔會逆流而上，超級聰明。三、膀胱，儲存尿液嘅可伸縮氣球。膀胱就好似一個有彈性嘅氣球，平時縮到細粒，儲滿尿液時可以膨脹到一個西柚咁大。膀胱壁有超強彈性，仲有個開關括約肌控制尿液排出。當膀胱儲到70%滿，神經就會發出信號，喂，該去廁所啦。四、尿道，尿液嘅最後出口。尿道就係尿液排出體外嘅門口。男性尿道又長又彎，約20厘米，途經前列腺，所以好多阿伯會有前列腺肥大嘅煩惱。女性尿道又短又直，約4厘米，雖然排尿快，但細菌好容易偷襲，所以尿道炎、膀胱炎特別常見。二、泌尿系統最怕咩？呢啲天敵要小心。泌尿系統雖然超級堅強，但都有唔少軟肋。以下呢啲行為同習慣，分分鐘搞到你嘅污水處理廠停工。一、飲水太少，腎臟嘅慢性折磨。好多人怕尿頻就唔敢飲水，其實呢個係大錯特錯。飲水少會令尿液濃縮，廢物同礦物質好容易形成結石，等於逼住腎臟吞玻璃。而且尿液太濃，細菌仲會大量繁殖，引發尿道炎、腎盂腎炎。二、長期憋尿，膀胱嘅噩夢時刻。忍尿就好似逼膀胱爆瘡，長期憋尿會令膀胱彈性下降，甚至搞到膀胱肌肉鬆弛，以後可能會尿失禁。試諗下，膀胱好似一個吹脹又放氣嘅氣球，吹得多就會變得鬆垮垮。三、高鹽高糖飲食，腎臟嘅甜蜜負擔。食太多鹽會加重腎臟過勞負擔，搞到腎臟好似要搬運1000斤重嘅貨物。而高糖食物容易誘發糖尿病，損傷腎小球，呢個就係糖尿病腎病嘅由來。所以奶茶、蛋糕雖然好正，但真係要忍手啊。四、衛生習慣差，尿道嘅細菌入侵。女性尿道短，便後如果由後向前抹，
肛門嘅細菌好容易跑到尿道，而男性如果唔注意清洗包皮，污垢堆積都會引發感染。試諗下，尿道口好似一個小門，細菌偷偷流入去，邊有唔出事？5. 亂食藥物，腎臟嘅無妄之災。止痛藥、感冒藥、中藥補品，好多人覺得有病治病，無病防身，但其實部分藥物含有腎毒性成分，亂食藥就好似逼腎臟吞毒，搞到腎功能受損。3. 泌尿系統保養指南，學識呢幾招，排尿順暢到飛起。想你嘅泌尿系統長命百歲，其實好簡單，跟住我呢啲保養竅門，就算上咗年紀，都可以告別尿頻尿急，做個尿尿自由嘅快活人。1. 飲水篇，飲啱水，腎臟笑哈哈。每日飲夠水，但唔好牛飲。成人每日至少飲1500、2000毫升水，大約6-8杯水，分多次慢慢飲，唔好一次過灌幾百毫升。夜晚臨瞓前1-2小時少飲啲，唔好俾自己半夜狂跑廁所。遠離高糖陷阱，可樂、奶茶、果汁飲料雖然好味，但含糖量超高。平時多飲白開水、淡茶水，或者加啲檸檬片、薄荷葉，健康又好飲。2. 生活習慣篇，小改變，大健康。及時排尿，唔好虐待膀胱，有尿意就去廁所。唔好忍，就算再忙都要放水。尤其開車、打麻將嘅時候，千祈唔好硬撐。注意個人衛生，細菌無機可乘。女性排尿後由前向後抹乾淨。勤換內褲，選擇透氣嘅棉質內褲。男性要定期清洗包皮，保持尿道口乾淨。保暖下半身，唔好凍親腎臟，腎臟最怕凍。冬天著厚啲內褲，保暖褲。夜晚瞓個蓋好被，唔好俾肚仔同腳仔住涼。有條件可以用暖水袋敷下腰腹，舒服到好似做 SPA。3. 飲食篇，食啱嘢，泌尿更健康，多菜少肉，清淡為主，蔬菜、水果富含纖維同維生素，可以幫助預防結石。而過量嘅肉類、海鮮會增加尿酸，容易誘發腎結石、痛風。補充益生菌，養好尿道環境，飲杯低脂溫酸奶，或者食啲泡菜、味噌，幫尿道補充益生菌。腸道環境好咗，尿道感染嘅機會都會減少。戒鹽戒糖，腎臟鬆一口氣，減少加工食品如臘腸、火腿。自己煮飯時少放鹽、豉油，用香料調味更健康。4. 運動篇，動起身，泌尿更有力。海格爾運動，男女都啱做嘅私密鍛煉，無論男女都可以收縮肛門同尿道周圍嘅肌肉，就好似忍尿嘅感覺。保持3-5秒再放鬆，重複10-20次，每日做3組。呢個運動可以增強盆底肌肉，改善尿失禁，而且超級低調。搭車、坐辦公室都做到。散步、太極，輕鬆養生。適量運動可以促進血液循環，幫助腎臟排毒。每日行半個鐘到1個鐘，或者打太極，唔使太劇烈，輕輕鬆鬆就可以保護泌尿系統。5. 其他小貼士，細節決定健康。定期體檢，防患未然，每年做1次尿液檢查、腎功能檢查，及早發現蛋白尿、血尿等問題。藥物慎用，聽醫生話，有病要食藥，記得先問醫生，唔好自己亂買成藥。補品，尤其止痛藥、感冒藥，食多咗隨時傷腎。4. 注意，出現呢啲症狀要快啲睇醫生。雖然大部分泌尿不適可以靠保養改善，但如果出現以下症狀，千祈唔好拖，即刻去睇醫生。尿頻、尿急度影響日常生活，甚至尿失禁。排尿困難、尿痛、血尿、腰腹劇烈疼痛，可能係腎結石。腳腫、臉腫、
可能係腎功能衰竭嘅徵兆。夜尿次數明顯增多，一晚起身超過3次。健康無小事，及時求醫先係最穩陣嘅做法。結語：好好對待泌尿系統，日日都有順暢人生。各位老友記，泌尿系統就好似你嘅身體管家，只要你對佢好，佢就會乖乖幫你處理人生大事。快啲將呢篇文章分享俾身邊嘅親朋戚友，大家一齊學養生，做個泌尿健康嘅快樂達人。如果有任何心得或者問題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，我小智等住同你一齊傾偈。好，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喜歡呢條片嘅朋友，請大家留言、點讚同分享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